跳舞哦。不同的职业的人，或者是各方面的人，在讲的就是说，其实以前的3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举办戴宏林老师个展。那戴宏林老师呢，是台湾新锐的多媒体艺术创作者，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多媒体艺术学系的硕士哈。那他呢，平常关注社会现象呢，策展的风格呢，大概都是探讨在一些生命跟社会现象议题上面。那这次呢，老师呢，他特别以他对人生以及生活的这样一个领悟那就是以一个多媒体的方式来呈现哦。那其实细看他每一个画面都是引人深思值得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莅临来这边一起参与来细细品味那戴老师呢，他本身也曾经获得这个国际的一个拍片运动的首奖，那也是我们去年黄金美展的一个首奖那这个相关策展的一个经验呢也非常丰富。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乡亲呢有空莅临到我们彰化县立美术馆这边来观赏这一次精彩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网络发展很蓬勃的年代，然后但是在网络发展蓬勃的同时，其实往往它带有很多问题产生，这些潜在的问题其实也带给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很多相对的问题。然后我想说，我透过我的创作的方式来讨论这件事情。对，大概是。多媒体为什么要想多媒体？应该说我自己本身在创作上大部分都是以录像装置跟平面摄影为主，然后这也是我擅长的领域，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做这样的创作，这样。对。说就是那个排水孔，就是你每天都会掉发嘛，然后会堵塞那个排水孔，然后其实那个其实是跟你的精神上是息息相关的。对，然后其实他在讲的是，你生理上可能会有堵塞的状况，但是你的精神上也会有不是很 OK 的一天，这样的那个在谈论那个精神状态。对。洗完澡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个排水孔的那个状态，跟你的精神状态其实是有呼应的时候，然后所以才就是把这个东西另外提出来，然后做成平面摄影的状态，这样。对。